位常住法师、各位居士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又到我们快乐的时光了，快乐时光啊，我们呢能借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来简单介绍啊，我们修行的要注意的道理，注意的道理。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章。这师父写的，告诉你要跟你互相大家鼓励。那么我写说，造作善善恶恶，我们一个人在人世间呢，对不对啊？有时候有善念，有时候有恶念。那么我们所造作的自己的行为啊，你做过的，那么有些善，有些恶，有善善恶恶。我们从开阔来讲，开阔来讲啊，就是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况。有善善恶，有的时候心存慈悲，你善念来了；有时候呢，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了啊，生气了、懊恼了，就会计较，恶念的心就会出现。所以我们在人世间都是善善恶恶，这个报应呢是如影随形啊。你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呢，各位如影随形，像人走在哪里，那影子就跟在哪里，影子就跟在哪里。你逃不掉，你逃不掉，除非你有这个人出现，你只要有这个人，那个影子永远跟在你身上。所以就是这个善恶的报应，就像如此一样，就如影随形，像影子一样跟着你紧紧的，你要避不开，要逃不掉。所以要报应，就像影子一样，莫道造恶不报。你千万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没关系，我怎么做都无所谓。反正呢，我一看呢，很多人做坏，而且他也很享受，日子过得好像很幸福、很美满。很多人这么讲，那是因为他过去式的因嘛，善的因，所以他的福报还存在。有一天他已经享尽了，那个福报享完了，知道吗？自然灾难就来了。所以你千万别说造恶不报，你做坏他都不会有报应了。这句话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个人没有信仰，你才敢这么说。但是，一旦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糟糕了！你那时候啊，整个恶报临身，让你痛苦难堪，非常无法去承受。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造恶不报啊！你做了坏，你不会报应的，你不要这么说。只待恶贯满盈。你看，你一直等待什么？你造恶的人一定恶贯满盈。你累积到一个极限，你做坏，然后一直累积到一个极限，各位天都在看你了。你的因缘已经成熟，恶贯满盈就到极限。你已经到了极点的时候，各位自然报应就来了，报应马上就呈现出来。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莫道修善无益。你不要说你这个做善，怎么没有回应给我呢？我做这么好，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凄惨，又是这么不幸？好像一切印途也很黑暗。那因为也是过去的嘛，你那个恶的因还没有消除嘛，所以你以后你点点滴滴修的善，一定会回到你的身上来。只是早晚而已，早晚一定会有报应。你千万不要说我做好，怎么没有回应给我呢？为什么没有回报给我呢？只待善果圆成。只要你善的果报一旦圆满了，一旦成就了，圆满的时候，你的善就是源源不断的来喽。啊，你要求什么就有什么啊，所以你的心想事成，随心满愿啊。随心满愿，所以你只要等到你善果要圆成，点滴悉皆有报，一点一滴啊，全部都会有报应的，一定都会有报的。你不可能闪躲的，你不可能掩盖隐藏起来，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一点一滴，你能够骗人，但是骗不了你自己，你骗不了你自己，对不对啊？骗不了你自己，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但是，就算你骗你自己，你骗不了所有护法三神啊！他们都在看你啊，都在看你啊。
就像好像你一张白纸一样，它清清楚楚的，你要逃不掉。所以点一点一滴，全部都会有报应。万物心存侥幸，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可以避免呢，我可以跳过啊，我可以逃走啊，没有办法。你千万不要心存的侥幸，说以为可能我能够躲过，你躲过没有办法的。因果是早晚一定会来。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只要时间一来了，你的因果成熟了，自然你善绝对有好的地方，你做恶坏，你一定会有报应。所以我们呢，修行的人呢，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佛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除了叫我们要慈悲，一定要慈悲。可以要看清世间的真相，更重要是要叫我们懂得因果。所以印光大师讲的最好的了，他讲得很清楚。末法年代的一切修行的众生，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有因果观念，第二要认真这个精进的来念佛。他讲这两点，这个如果这两个原则不能抓住，那么你成就那就是垂手可得了，很快就能够按照你的愿望非常顺利的达成，顺利的达成。所以各位，印光大师也这么提醒我们，所以师父提这个就是告诉你，这是因果，人应该要懂得因果，要相信因果，要接受因果。如果你能够懂得因果，那我们不敢为非作歹，随便的无缘无故的去找人麻烦或者设计来陷害别人你让你的心污染了、肮脏了各位，你这个恶的因、恶的念头，一旦在你的这个八识田中种下去以后，一旦因缘成熟，你绝对逃不掉。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谨慎，在我们所作所为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念头，不管是你的行为，或者是不管你讲话，你的说话，你的身口意你的身不要去做坏，你的念头不要去想坏，你的说话不要去说坏。那么这样，你身口意要干净，你没有造的恶因，以后善的果报自然水到渠成。你要求什么就有什么。求什么有什么，所以这一章我师父简单就是这么比较粗浅的来跟各位大家报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提供给各位参考。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